主席，我雖然整體係支持通過2025年撥款條例草案，亦都係支持納入嘅動議。咁但係對於咧將120蚊嘅飛機乘客離境稅增加到200蚊咧，本人係有疑慮嘅。本人首先申報咧，我係香港機場管理局現任董事局成員。不過就呢個議題咧，係為香港整體，亦都並非咧係單為機場嘅業務考慮。本人喺3月17號咧係聯同姚柏良議員同埋陳仲尼議員咧係致函陳茂波司長。我哋3人咧作為機管局嘅董事會成員咧，係儘管係理解財爺喺處理龐大財政赤字上嘅困難，但係強調指出咧，香港國際機場係本港重要嘅經濟增長引擎。三跑系統咧去年底全面啟用，機管局咧去年亦都公布咗機場城市嘅發展藍圖，致力將機場嘅周邊咧打造成為充滿活力嘅世界級嘅地標。但係面對周邊激烈嘅競爭環境，要吸引更多旅客使用本港機場咧，仍然係充滿艱巨挑戰嘅。我哋就向財爺表達憂慮，擔心咧係近70%嘅離境稅加幅咧，會進一步拉闊香港與周邊機場嘅總稅費嘅差距，對於吸引旅客，尤其係大灣區嘅轉機客咧，係帶來不利嘅影響，亦都不利於咧係提升本港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。主席，財爺喺剛才嘅發言中咧，係表明喺現階段係無要調整或者係延期落實200蚊嘅飛機乘客離境稅。咁本人都唔會反對㗎啦嚇。不過咧係仍然促請當局咧係研究各種務實可行嘅措施，以減少加稅帶來嘅負面影響。因此咧，對於財爺講咧係會探討推出措施咧，吸引旅客經香港轉機，包括咧係豁免當日及留至第2日嘅過境客嘅離境稅咧，我係歡迎同埋支持嘅。並且希望政府咧有更多嘅招數，吸引過境客咧係短暫留港，體驗我哋嘅機場城市。我亦都期待政府當局適時檢討飛機乘客離境稅同埋相關嘅安排。主席，本人曾經多次向特區政府指出咧，任何關於開源嘅措施咧，都必須要謹慎去考慮，唔能夠輕率咁推行。既要避免影響經濟復甦，亦都要致力咧係維持香港嘅競爭優勢同埋吸引力。政府要開源咧，就需要有創新嘅思維，唔一定要實施加法。有陣時咧，未嘗唔可以考慮先用減法。日前國家商務部等6個部門發布通知，進一步優化離境退稅政策，一般商品退稅率咧高達11%，相當於係打9折。同時咧，退稅門檻咧又由500蚊咧降到係200蚊，現金退稅限額咧就上調到2萬蚊。呢個係典型嘅以減促加嘅策略，即係通過減少部分稅收咧，以吸引並且係增加入境嘅消費，提振經濟。只要能夠將經濟蛋糕做大咧，政府嘅收入自然咧就會水漲船高。我認為好值得特區當局認真思考同埋參考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